根據人口普查顯示，香港大約有145萬名65歲或以上嘅長者，而有調查指出，當中大約70%嘅長者受聽力問題困擾。為咗幫助呢班弱聽嘅人士，奧迪聽力及言語中心喺2005年成立。我哋本住以人為先嘅宗旨，希望服務全港嘅市民，尤其是係弱聽嘅人士啦，希望減輕聽障對佢哋嘅影響啦，提升佢哋嘅生活質素，令佢哋重拾自信咁樣嘅。經過20多年嘅努力，我哋已經服務咗超過數以十萬計嘅人士㗎啦。我哋而家有8間嘅聽力中心，分佈全港9新界。我就朋友介紹之後咧，我就用咗一啲耳機，奧迪嘅耳機咧，我發覺到咧溝通方面開始我可以同個朋友，佢問我，我答冇問題啦。奧迪優質嘅聽力服務，在於我哋對專業嘅嚴格把關。日常生活中，弱聽人士最大嘅挑戰都係溝通嘅障礙，尤其喺嘈雜嘅環境，我哋全力幫佢哋克服呢啲障礙。我哋全心全意幫助客人嘅心，令我哋有別於其他公司。我哋係真真正正從客人嘅生活出發，希望提升佢哋嘅生活質素嘅。